松赞干布在藏族历史上是民族英雄，史上没有出现过比他更高功绩的人。他统一了吐蕃王朝，制定了法律，创制藏文，引入佛教思想，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还派使者去周边各国联姻订立盟约，促进吐蕃社会的繁荣。松赞干布先后娶了5位王妃，前3位是藏族，第1位是莽斯成吉，为他建立了扎耶巴寺。扎耶巴寺里边就供奉莽斯成吉怀抱恭送恭赠王子塑像。当时布达拉宫建皇宫的时候，扎耶巴寺就提供了阿嘎图矿物质。大昭寺里也有这个莽斯成吉怀抱王子的雕像。第2位是米耀公主仁永寺，为他建立的寺庙是亚瓦山的那个普鲁延寺。第3位是象雄公主里特玛，为他建的天不高寺，具体位置呢在史上还没有查询。第4位是尼泊尔赤宗公主，为他建立的是大昭寺。由于这个公主思念故土，大门也是对着尼泊尔方向。第5位是大唐文成公主，为她建立了小昭寺，大门呢也是正对着大唐的。在5位妃子里，只有莽斯成吉大妃生有儿子恭送恭赠。松赞干布呢在吐蕃称为3大法王之首。3大法王里，松赞干布还有赤松德正、赤足德正3个人。到了吐蕃藏卜38代赤松德正的时候，赤松德正和莲花生大师建立了西藏第1座寺庙三耶寺。赤松德正有2个儿子，摩涅赞普和赤德松正。摩涅赞普呢只当了2年的藏王就被辛妈毒死了。他的4岁弟弟继承了皇位。赤德松正，吐蕃的第40代藏卜。赤德松正有5个儿子，长妈出家2个夭折。第41代藏卜赤日巴金和42代藏卜朗塔玛。到了41代藏卜赤日巴金，他呢先被这个本教大臣维丹纳加入来了列都镇先挑拨离间。后来呢，赤日巴金在酒后昏睡时被绳子勒住脖子致死。然后吐蕃第42代藏卜朗塔玛的时候，由于他灭佛被僧人刺杀，吐蕃王室就分裂。他的2个儿子维瑟和云颠，其中维瑟是朗塔玛真正的儿子。2个妃子里边说另一个背景特别大，他的亲戚孩子也有人说是捡来的买来的都有。维瑟的儿子贝克赞又被农奴西军给所杀。贝克赞的儿子吉德尼玛滚跑到了阿里，并娶了当地头人的女儿，生了3个儿子，把阿里一分为3分给他的3个儿子。古格王朝就是第3子德祖滚的封地。吐蕃41代藏卜赤足德正在历史上功绩也非常大，他立了在大昭寺门前的唐包会蒙碑那个呢，我在讲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大昭寺的时候会详讲。然后从9世纪到13世纪，在400多年中，西藏一直处于分裂时期。在11世纪的时候，这个琼布扎寺和达布旺杰2位学者在日追康里进行英明学传授。到了元朝13世纪的时候，元世祖册封八思巴为国师，升号为大宝法王。到了公元14世纪的时候，宗喀巴他的大弟子贾操杰就在这里去世的。到了公元1406年的时候，明朝永乐皇帝他父母去世为皇室祈福，请了50干妈妈德贤谢巴。当时德贤谢巴才23岁在外地传法。他听说明朝大皇帝希望他来中原弘扬佛法，利益国潮，然后他赶到出布寺接受诏书。然后他先派贡使到南京朝贡，随后进京。经过了几个月的行程后，当年12月来到了南京长江渡口。1407年正月21日，明朝在宫中接见了德贤谢巴。当年2月5号的时候，德贤谢巴奉皇帝命令在灵谷寺为太祖帝后建府。
当年永乐初年，德贤协巴诵经灵谷寺的整个过程当时一名僧人用图文记录在一个长卷上，后来在《卫藏通志》里边记述了这个书卷呢，当时用汉藏、蒙古、维尔等5种文字写成。在晋期间呢，德贤协巴为皇帝日日讲经，使龙颜大悦所赠礼品无数，还封他为大宝法王，并赐给他用100两黄金制成的金印1枚、玉印1枚，还有诏书及珍宝。1408年的时候德贤协巴回西藏，永乐皇帝要求那些奇珍异宝从大昭寺搬到布达拉宫，那时候形成了一个国事活动，僧人们呢从大昭寺排队到布达拉宫运宝物，形成了这个法贡仪仗队。德贤协巴在日追康里因病谢世以后，从此呢这个大宝法王称号就传承了下去的。日追康在汉语里的意思叫超俗智慧是一个4层的地楼，3层的建筑，面积呢是一个20根柱子的房间。